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6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诈骗集团甲58人关起来凌迟，今仔日找到第3个受害者的遗体。另外，集团的干部嘛确定受压禁见。明仔载开始确诊隔离7天了后，快筛若阴性，就当解除自主健康管理。公共场所嘛袂阁强制放体温。国道1号路南方向的十字交流道边仔的山架放落来，高公局按算明仔早起5点，主线就当全线通车。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诈骗集团，甲人拐去食头路，煞甲人关起来凌迟，总共有58人受害。警方抓到人讲低档的干部，今仔日法院是裁定受压禁见。另外，这个案件有3个受害者死亡，今仔日也已经找到第3个遗体。涉嫌盗载遗体去山林拼掉的4个共犯，还有一个负责送物资甲发薪水的嫌犯，今仔日嘛拢已经抓到啊。一寡查甫人伫车后壁鬼鬼祟祟，真可疑。原来因正伫甲遗体搬上后车厢。警察用车入人，初5半暝到初6饭点，陆续在桃园市北德甲高山这所在抓到涉嫌协助弃尸的4个嫌犯。初6下晡4点外，受早搁再有进展，专案小组在新北市3甲，伊搁抓到一个姓张的嫌犯，涉嫌负责运送物资甲发薪水，现场也查扣改造底层，毒品甲10万块不法所得的钱。警察，抓不到！诈骗集团干部外号地档的35岁姓陈的查甫人，早已经互抓起来。警方依照施行加禁止死者罪嫌，移送地检署。法院认定姓陈的嫌犯有逃亡，也有甲共犯证人参考警察理由，初6裁定扣押禁见。说是一定有啦，但也是比较难过的部分啊。那我希望法律能判重一点啊，把人家害死是真的有点可恶啊。经过调查，诈骗集团手法真残忍，骗到切头路人户头了后，也甲人加禁苦毒虐待，警告3名被害人死亡遭到弃尸。家属知影消息了后，真伤心，要求要严厉来定处。带同这些涉案的这个嫌犯，前往这个可能的弃置的地方，再做扩大的搜索。下面的人员回报是说不是很完整因为现在被同伴缠着。警方搜查真侪天，最后一具遗体一直无找到，初6要求提嫌犯重回现场，指认弃尸的所在，就在台21线74.4公里的所在，先是发现弃尸用的行李箱，所来遗体也顺利找到，然过遗体无完整，后续有台监视小组确认身份。而专案即阵总共58人互救回来，22名嫌犯互抓起来，其中14人受压。警方也继续来调查，是毋是要更加侪人涉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国内今仔日增加24309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日增加无到3万例啊。死亡是有47例。明仔载开始确诊隔离7天了后，快筛若是阴性，就当解除自主健康管理。确诊者的厝内人嘛唔免阁隔离，公共场所嘛袂阁强制放体温。不过交通部表示，台铁甲高铁一直到年底，有权会保留放体温的措施。想要去传统市场大楼买菜，拢要在入口的所在先量一体温，温度正常才好到入去。不过对初7摆开始，公共场所免强制来量体温，就使入去咯。COVID-19 的人都没有症状啊，对啊，所以其实没差，各国都在开放啦。我是觉得 OK 的，我觉得自我防护就好，吃饱睡好，多运动。新冠本土疫情连续4天在3万例以下，初6礼拜新增加243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日同期下降2成例，中重症有161例，死亡是47例，其中较少年的死亡病例是21岁女性，伊本身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做过3档疫苗，10月2号发病，虽然有带医治疗，依然不幸在早期初3来过身。给予瑞德的西韦治疗，11月3号过世，主要死因为新冠肺炎并呼吸衰竭。本土疫情慢慢降落，初7摆开始有4大防疫新制来实施，包含取消接触者自主隔离，全面实施0+7的自主防疫，非重症确诊隔离改做7+N工。总告了境，国内旅游也个健身房以及8大行业等取消爱滋3档疫苗限制。
另外，高铁代替传统市场这公共场所取消强制量体温的规范。不过，交通部讲代替高铁到年底，意外保留既有的设备，让旅客自主来量体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流感的预防车，10月开始做，这个月阁扩大到50岁以上的人拢会当去做。各地注射的名额是人抢，而且有医师表示，医学界研究发现，做流感的预防车会当减少2-3成中风的机会。人队排真长，排队等要注流感疫苗。最近天气变较冷，为着防范感染流行性感冒，民众真踊跃来注疫苗。开始注，较无半点钟，后尾排已经抽将近100张。其实我去年打第一次，那这样整年度我就觉得说我就没有感冒。我个人是觉得防那个一般的那个感冒效果很好。今年会流行啊，所以我就来打了。流感疫苗唔来当预防流行性感冒。根据国际真出名的期刊《赤裸尖》研究，加拿大400多万人的10年研究。观察到10年来有注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民众，会当减少中风2成至3成发生率，包括糟蹋性、甲出血性的中风都会当减少，而且各种年纪拢有效。那些有感染流感，比起那些没有感染流感的病人，其实有将近3倍的机会会发生脑血管的中风事件了哈。那所以说，如果说流感疫苗它是能够有防重症，那就是一并连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包含说中风的这些并发症，一并都防住。另外，中山府医研究团队以健保资料库分析发现，过敏体质的病人注流行性感冒疫苗，会当降低以后发生血骨喘的机会，而且愈少年组愈有效。本来过敏的人是很容易得很气喘，将近10%的人最后会变成气喘。那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有打流感疫苗的人，它的发生的几率减少了30%。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分做2阶段注射，10月已经开放65岁以上的长辈注射，11月开始扩大到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年人。记者综合报道。昨个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时中讲，伊这是上届想要公开疫苗采购过程的人。国民党的蒋万安是翻头问讲，敢有法度相信？啊，若无党籍的黄珊珊嘛讲，这款讲法互人想袂通。另外，陈时中阁讲，疾管署的报告证明高端疫苗的保护力，事实也是互敢若会当做高端的人有疫苗通好做。那日8日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之前的辩论早都要结束，各党虽然走家己的行程股票，候选人蒋万安、黄珊珊拢讲民进党陈时中无伫个辩论会讲清楚高端的争议，对陈时中讲我是上想要公开疫苗过程的讲法，并无认同。他昨天有说他是最想公开合约的人，你相信吗？那这段期间为什么不好好的就完整公开呢？我转过去是看他说，怎么会是他是全世界最想公布疫苗资讯的人呢？这个匪夷所思哦。选战开始到即马，那边一直讲高端购买秘密，高端进前公开疫苗购买计效。陈时中表示，疫苗多样性，才会当互民众有通选，也强调疾管署提出的高端保护力报告可信度悬。在科学上也证明了他们的有效性，实务上也是好的一件事情。让打高端的人也可以，只能打高端有一个选择，难道让他们都没有疫苗打吗？除了高端议题以外，民进党呛黄珊珊上无资格批评台北市欠电，因为当年黄珊珊捌阻挡上乌变电所。黄珊珊讲，台电到即马无度解决台北市限电的问题，请中央莫阁闪避。那是针对伫美国学者翁达瑞指控蒋万安伫美国加州律师资格，互人填款3届。蒋万安回应讲，伊已经补交会费，持之无，执照也是有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台中市长的选战，要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罗秀燕，伫今仔日宣布会参加台中市选委会所举办的公办辩论会。不过，对手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其昌，伊是表示讲，公办的辩论会无互相质问，毋是市民所期待的辩论。礼拜头早争取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到大坑步道拜票，因为天气好来爬山运动民众袂少。罗秀燕一双手压过一双手，查甫查某、老的少年拢无放伊煞。对手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真侪届邀请参加政见辩论会。罗秀燕表示会参加台中市选委会举办的辩论会。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蒋万安委员有在辩论会里面肯定我，肯定台中市政哈，非常感谢他，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台中市中选会有办辩论会，我有勾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月的15号哈。那所以我们会参加辩论，谢谢。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已经举办啊，一寡台中市民拢伫关心台中市的辩论会什么时阵会举办。其实，毋那蔡其昌真侪届邀请罗秀燕参加政见辩论会，袂少公民团体甲媒体拢出面邀请，罗秀燕也拢拒绝。即卖愿意参加选委会的公办辩论会，蔡其昌认为这毋是市民所期待的辩论会。公办的辩论会只有各言而至，甚至呢，过去曾经出现学者的提问。都偏向某一个这个候选人的状况。那卢市长只参加这一种，不是辩论的辩论会，所以我想这个市民是不能接受的。蔡其昌礼拜也到传统市场拜票，要挖进基层，争取更侪民众支持。蔡其昌表示，公办辩论流程内底欠缺互相询问的辩论，甲台北市的辩论会完全无同，结果敢来当讲是政见发表，市民袂当接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边，市长陈其迈嘛要争取连任，按算初十开始请假，正式投入选战。面对国民党的候选人郭志温，连续3天拢找拿赢的大人物来徛台，陈其迈是强调本身的条件较重要。不过郭志温嘛讲，家己的拍拼，大家拢看得到。市议员20抢9席的高雄市总赢南仔溪区战况激烈，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替家己人徛台，嘛要替家己抢票。那赢头人，佫是连3天落南徛台。初是侯友宜，初5党主席朱立伦，礼拜请前高雄市副市长李树川。刚开始不被看好，可是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当中，也会被大家所来看到。这几个月，大家在高雄市民应该都知道。不管是口才、能力、学历、经验，说实在都比我还好了，所以这是最佳的高雄市市长的人选。前一天，王金平复选的时阵讲，郭志温参选是无鱼下马好，两个当事人赶紧讲，选战最后阶段爱团结对话，袂使变做党内的修正。5名输一票，陈其迈一票，对无？大家有信心无？安尼做个拼好无？同款真侪人参选的第8选区，市议员17抢8席，争取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带头甲台联候选人共台，扩大友好的范围，比年底议会席次要超过一半。候选人的本身是比较重要了啊，大家期待是说候选人本身的条件啊，这个能不能符合高雄未来发展需要的市长的一个条件。袂烦恼拿赢头人小连续助选，陈其迈讲个人条件才是选民关心的重点。伊嘛一定伫初10请假，由副市长代理市政，正式投入选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上新的消息，东非的坦桑尼亚有一架精密航空公司的飞行机，在43个人准备要降落布科巴机场时阵，煞摔落去附近的维多利亚湖。目前已经救到26个人送医。根据发行社的报道，坦桑尼亚上大的私人航空公司精密航空有一架飞行机为坦桑尼亚的金融中心三兰港飞往西北部的布科巴，煞因为天气无好，伫咧降落布科巴机场的时阵，摔落去非洲上大的维多利亚湖。这架飞行机顶悬总共载39个旅客甲4个机组员，目前已经救到26个人送医，抑搁咧拼搜救。来看美国华盛顿智库发布一份卫星相片，翕到北韩的列车驶入去罗西亚，敢若是要提供武器。另外，直直否认提供无人机予罗西亚的伊朗，即马嘛承认捌伫开战进前卖一批无人机予罗西亚。卫星相片面顶，亲像会当看到一个火车，大约为北韩入去俄罗斯。这是美国华盛顿智库北纬38度，伫当地时间初4早起10点外左右翕到的画面。时间就伫咧外界支持北韩卖武器予俄罗斯，甲两国有可能要恢复贸易往来的时机。
进前外界嘛质疑伊朗卖无人机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打击。伊朗伫后任真济天了后，初五总算头一摆承认，捌伫开战之前军售一寡无人机和俄罗斯，不过并无像西方国家讲的提供飞弹。قرارداد بخش موشکش کاملا غلط هست، بخش پهپادش درست هست، ما مقدار معدودی پهپاد ماها قبل از جنگ اوکراین در اختیار روسیه قرار دادیم。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伊朗讲白贼话，因为当时测试乌克兰就甲11架伊朗提供的无人机拍落来。Але і в цьому визнанні вони збрехали. Ми щодобово збиваємо іранські дрони мінімум по 10 штук. А іранський режим стверджує, що нібито дав небагато і ще до початку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го вторгнення. Тільки протягом одного вчорашнього дня було знищено 11 шахедів. 泽连斯基表示，国际社会爱更加努力调查俄罗斯甲伊朗之间的恐怖组织合作，甲俄罗斯向伊朗支付的费用。另外，因为战争已经超过8个月，泽连斯基嘛捌表示，俄罗斯总统普廷无要落台，就无要甲俄罗斯和谈，和相关资源，乌克兰的国家甲民众开始出现乌克兰疲劳。外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相关人士透露，美国已经私底下鼓励泽连斯基。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甲态度路软，唔通坚持反对甲俄罗斯谈判。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韩国的梨泰院发生烧鸭烧杀的事故，造成156个人死亡。上万的民众昨暗去到首尔市政府点蜡烛哀悼，也要求政府爱查明真相。另外，有民众提出通话记录，证明因伫事故发生的4点钟之前，就已经报警，搁在指控警方对人质的危机无作为。手提蜡烛，甲着乌丝带，上万人初五暗时行上街路，集合在韩国首尔市政府参加烛光聚会。对道理来讲，韩国梨泰院商区发生严重人打人的事故，夺走156人的性命。事发7天了后，民众参加酒迷哀悼活动，表达不甘。现场真侪人举着票据，要求韩国总统允许落台。 대한민국은 젊은 아이들의 많은 희생을 최근 들어서 많이 겪어왔습니다. 저도 젊은 아이를 2명을 둔 엄마로서 그 아이들한테 무한히 미안한 마음도 있고 너무 마음이 답답하죠. 그러니까 숨이 뉴스를 봤을 때도 그렇고 계속해서 뉴스를 접할 때마다 숨이 막히는 것뿐만 아니라 아무리 이렇게 지하철에 가는데 울음이 울컥 나오더라고요. 그냥 아무 이유 없이 그냥 울음이 울컥 나오더라고요. 근데 이게 단순히 제 감정에서뿐만 아니라 우리 모두가 느끼고 있는 감정에 같은 마음이지 않나 싶습니다. 梨泰院顶个月2到暗时举办大型万圣节庆祝活动时，大约有10万人参加。伫一条巷仔内底，因为人伤多，引发杀来杀去、人打人的比较震惊全球。警方方控诉处理不当，即阵也有卡头一通报警的民众出面表达不满，讲报案当时有讲梨泰院有真侪人一直伫去，确实有警方来核实。伊提出手机通话记录，证实是在事发进前4点钟开。 뉴스를 보고 화가 많이 났죠. 내가 6시 반에 전화를 했는데 왜 아무도 와서 통제를 하지 않았을까? 南韩警方事后公布，伫事发进前捌接到11通相关报案，确实无赶紧来处理，敢若证明真侪人看到，警方并无伫个正规巷仔维持历史，民众追究政府甲警方的责任。阮事发进前头一摆公开现实的议员无倒来并说明完，民众是要求爱查明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转来看国内，国道1号路南方向的十字交流道边仔的山架连续崩2间。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有去视察修复的进度。高公局按算会提早伫咧明仔早起5点，主线就会当全线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材指出，会分3阶段来通车，接落来要用半冬的时间来针对山架做加强固定甲监测的设置。 工地大卡车一直出入入，怪手也一直伫咧作业。国道1号路南十字交流道边坡的土石2边崩落，而即马已经抢通一个车道，小可小偷车流。行政院长苏贞昌找人去现场看，勉励工作人员。苏贞昌讲，国道十字段崩山，相关单位伫第一时间先做好防护措施，即马积极伫咧抢修。高公局按算，垂直在主线会全线拢通车。
它已经抢通了主路段，而且明天还可以进一步再多通，接着要把边坡再做到更好。这全台湾只要我们是以山争地的路段，都有这种可能，而都要密切防范。我短时间第一排排桩要先打完，打完的时候我 CD6 才可以确保它的行车安全之后才可以开放。交通部长王国才讲，通车时间分做3阶段，第一阶段针对460公尺绑架所在，先拍 H 型杠来动图，第期先处理达到全线通车。第二阶段按算13完成，节省道加罗南交流道通车，因那所在来福建工程要开半年。这个处理就是一个永久的处理，包括过去谈到我们的侦测器的设置位置，我们这次也做一些检讨哈。王国才强调，在呢无影响通车的情形下，将对边坡做永久的处理，也将会做好监测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新北的永和传出有一个长时症的囡仔，家己出门去买40块的正路，煞袂记一早钱。店头家毋但对伊大细声嚷，还阁直接报警处理。囡仔的家长阁指控店头家，讲毋管伊是啥物镜头，就是爱纳钱，这是引起侪网友来批评。警方表示，店头家拍算要告对伊指控的家长，还阁有批评的网友妨害名誉。卡达大列车电视业技术，他爸爸靠家己的力量打拼来克服先天的障碍。不过，伊测试即天家己去街啊买物件，却是伊行到要死。这2天他基本上都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大部分都在房间里啊。那叫他出来，大概也没什么味，反正精神也不是很好，跟平常的行为会有一点不一样。身为老母，实在是真唔甘出面来控诉，囡仔点40块钱的物件，发现袂记早钱，是甲店头下失的。不过头家唔拿大声一直喊，当时直接打电话叫警察。你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他就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我自己认为说大家都看得出来，所以你应该是从脸上应该看得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管他什么症。甲店头来解释讲，即个囡仔有唐氏症，毋过头家无爱插，伊直讲物件做好啊，就是爱付钱。家长又真有疑问，为安怎直接要找警察，无爱互囡仔打电话互厝内底人？对方是大声回伊讲，因真无闲，无时间通等。他每天下班都会经过这里，他不会说不是没礼貌啊。实际上来到新北市永和司法店头铁门叫来，打电话也拢无接。两国代志传出来了后，伫网络上一直传，大家一直讨论，网友伫评论区也一直连骂。这间店更加一度显示应叫来停业，是不是应该有同理心，也引发讨论。那应该对唐宝宝有更多的一个理解。那唐宝宝的学习其实很多需要时间。对着这些批评，警方证实，这间店头的头家已经伫七大分店到派出所拍算对发文的家属甲网友提告妨害名誉，不过这阵也未正式来做笔录。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博物馆举办东南亚移民的特展，展出服装、咖喱红啊等等的收藏品，希望让民众愈了解东南亚的信仰甲文化。这个呢是来自印尼的巴厘岛的巴龙，规个形体淡薄像台湾的人狮，这是印尼的传统文物，是当地师傅纯手工打造的。印尼驻台北办事处他们送给我们一只来自巴厘岛的巴龙狮真实版的，按照古法去刻出来的。为着让新住民朋友嘛通看到家乡的物件，台博馆专工将历史时期到达参新住民朋友的收藏，举办合作百年对话，下国移动者甲藏品相拄的地点，计共有60-70件的收藏，包括各种东南亚风情的装饰品、服装、茶具、咖喱等等，嘛互外界认识当地文化。那这些藏品我们发现，刚开始之后很难去解读它，那但是呢，怎么样去找到可以解读的方式？原来来到台湾的东南亚朋友们啊，帮我们这个所有的南洋类藏品的解读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呢，这个东西他们一看就说，哎，这是我家乡的什么什么。这个收藏上侪来自印尼、有菲律宾、越南等等。7.0透过新住民的访谈、下国连线考证等等，希望让这个珍贵典藏找到相对应的故事。因为台湾新移民渐渐增加，伊嘛毋忙透过展览，台湾人会当更加了解移民家乡的生活文化。记者陈不随台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对20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也有外岛地区对19度到25度。稍等的7点半，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感谢您收看今仔日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会。